祝的这边啊，苏当归。你这个生日快乐。表示马子。你有没有嘛？表示马子，是不是表么嘞？祝你生日快乐。接着说，那是礼物。လက်ဆောင်ပစ္စည်းဒီဦးရဲ့တိပြပါလေလက်ဆောင်ပစ္စည်းဒါကတော့လက်ဆောင်ပစ္စည်းဖြစ်ပါတယ်ဆိုရင်这是礼物ပြပါဦး这是礼物ဝါဆိုတာအမေရိကန်လေးဟာရှက်ဆိုတာကျေးဇူးတင်ပါတယ်你来参加报名新锐的邀请，我的聚会对手会，聚会对手会，谢谢你来参加我的聚会。那要对手会不来要的要的对，民国结束节嘛的。今天你来了，来了多少个是咯？哎呀，多少个人？本来要朋友，今天等于今本来要大的嘞，所以今天来了多少个朋友？大概看门节，大概这边看门节有15个人，如3左右。那如果看电影老左右的这边吧嘞，看老15要老看门节是吧的，老所以嘞左右呢都呢喏。这个是你生日为你蛋糕杯帽真的漂亮辣的，你们那个呀的给哪的所以这个生日蛋糕真漂亮。这是的，她是我姐姐妈妈亲属是的古代国家。阿妈古代，所以我姐姐亲属做的是咯，老大。阿妈古代老大，是别别别，大家阿妈古代老大，所以这是我姐姐亲属做的。我姐姐亲属做的。亲属做的。咱们。